你有冇興趣嚟我哋錄音室唱一首歌，互為合作形式？有啊。我哋有一個簡單嘅合作合約，就係將我哋認真製作嘅作品 po 上 IG， 唔好走數，冇其他條件啦，就係咁簡單。好啊，冇問題。Sorry， 我都係唔想喺呢個角度影到我好衰。KOL，喂呀喂呀喂呀 L， 喂呀喂呀 KOL，KOL，KOL，Oops， 原來係喂呀 L。合約簽咗字，你爛晒係廢紙，斷晒廢紙，你哋撚咗去問事。啱啱拍完喺度口口聲聲話好滿意，轉個頭潛水一個禮拜覆得過一次。喂嘅藉口多過你啲 follower。KOB 呢一年打定係 King of Flyer， 上面人做人點解可以咁假？滿口都係謊言同埋廢話，鋪完又 high， 擺 IG 又不，公司唔中意但一開始又拍得，尤其皆因你演技咁進級，為咗走數真係咩藉口都講得。KOL， 喂呀喂呀喂呀 L， 喂呀喂呀 KOL，KOL。KOL，Oops， 原來係喂呀 L。上網公審我，你話我作品做得差，付出100分努力，最後仲要俾人話覺得唔得，打聲又麻麻，都係唔鋪啦個成品真係太差。你個樣唔啱心水，關我事。你唱歌唱得衰，又關我事。乜都話差，一開始又話滿意。Excuse me， 其實你係咪有啲人格分裂？你想執到好似明星咁靚，你當我神仙？自己機制聲走晒音，幫你執中想點？你想由10分變80分，差大啲，幫你 tune 幫你 P 咁我用 AI 做方便。KOL， 喂呀喂呀喂呀 L， 喂呀喂呀 KOL，KOL，KOL，Oops， 原來係喂呀 L。冇收你哋錢，仲做多個 P 卡人，毫無感激之情都算仲要出口傷人。人設錯成本事，彰顯唔到你哋新絕事絕利，虛偽中意講大話又冇品。我嬲我憤怒，但更多係失望。一次又一次俾惡人逼到瘋狂，心都到晒無奈人性嘅荒唐，冇晒期望，對人性冇晒期望。KOL， 喂呀喂呀喂呀 L， 喂呀喂呀 KOL，KOL，KOL，Oops， 原來係喂呀 L。